亦係堅決使用徐恩嘅信號。CBA 俱樂部杯進入到淘汰賽，廣東隊輕鬆擊敗多人缺陣嘅江蘇，冇乜懸念；而廣州隊可以驚險戰勝遼寧，雖然不至於爆冷，亦值得回味。廣州隊同遼寧隊幾乎都遭遇到同樣嘅問題，主力控衛缺席，都係靠小外援嚟串聯球隊。球隊嘅陣地戰冇人拆局，防守又都好認真搏命，於是進攻都出現混亂。比賽前3節基本上就係喺度鬥邊個嘅手感好，邊個就可以連續有一段得分攻勢。僵持到第4節，遼寧隊嘅韋斯慢慢知道要用擋拆打徐恩嘅收縮企位，而嗰段時間徐恩嘅企位只係適當咁樣向外多少少，並冇因為被吸引而遠離顏色地帶，反而係要靠住其他4個球員喺外線付出更多嘅體力，不斷咁樣去撲防干擾。第4節上半節，龍獅就係各種被動，好彩咧靠住保持防守壓力同埋托馬士、邵偉雲都分別命中咗2個對方都意想唔到嘅3分波，分差先至可以咬到折中。4犯嘅域堅頓終於可以上場，陣地戰先至穩定到落嚟。勝負嘅關鍵就係域堅頓喺啱啱入到倒數4分鐘內同3分鐘內2次製造韋斯嘅犯規，令到佢領夠5犯離場。跟住落嚟，遼寧隊嘅進攻就開始慌亂，最後3分鐘出現咗3次失誤，輸咗比賽。賽後徐恩話：龍獅減少咗佢去到外線大延誤嘅安排，等佢有充足嘅體能打25分鐘。唔單止係咁，廣州隊主教練米曹似乎係好珍惜徐恩嘅使用。佢喺場上面嘅時候，球隊幾乎每一次進攻都會首先揾佢，只要佢落到位嘅話，哪怕冒險都要試住傳個波俾佢。咁當然咧，呢個過程亦都確實存在住一啲嘅失誤啦。但係徐恩受重視係真，佢仲可以起到中軸支點嘅作用，高位接波再轉移去到底角空位，視野廣闊，傳球流暢。喺防守端咧，個個都話對手可以通過擋拆噶嘛，可以軍訓徐恩噶嘛。事實上，龍獅嘅外線防守係撲得好兇狠，擋拆質量低啲都擺脫唔到，更加唔係每支球隊都有徐傑咁樣級別嘅持球手。徐恩可以解決到龍獅內線護框嘅問題，而其他球員就去彌補跑動嘅問題。呢個係米曹嘅思路，亦係堅決使用徐恩嘅信號。下一步，龍獅要解決銜接段嘅中鋒人選問題，可以揾一個技術型嘅內線嚟到配合李長波同陳國豪打高低位。如果射程範圍再遠啲嘅話，仲可以打雙塔。另外咧，仲需要有一個持球點，或者係郭艾倫，或者係後生球員，亦都可以換外援。等即斯甸荷列迪可以減少持球，專心去走3分嘅空位。咁仲有李長波要繼續提高3分能力，得分效率仲可以繼續提升。呢一場贏咗遼寧之後，龍獅再一次會面對山西搶一個出線名額。雖然實力係處於下風，但係信心會完全唔同。